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佛系生活。今個星期咧係我食 RQ-Ting 之後嘅第3個星期。由第3個星期開始咧，我個皮膚有明顯嘅改善。首先就係面油少咗好多好多。其實咧，我依家咁嘅狀態咧，我係今朝洗完面之後搽埋防曬，一直到依家係夜晚，個油嘅分泌其實真係少咗好多，即係冇以前咁油咯。因為基本上我成日係冇抹過面油，咁樣嘅狀態咧，其實我都好滿意，即係依個階段啦嚇。第二樣嘢咧就係雖然個皮膚望落去少咗油好多，咁但係咧我每一粒毛孔咧都好多粉刺，即係基本上咧你洗面啊或者係摸嘅時候咧，會發覺好多一粒粒嘅黑頭喺裏邊。尤其是係鼻，因為咧你摸嘅時候咧，基本上好似摸菠蘿咁樣樣，好誇張。粉刺雖然係多咗，咁但係咧佢係好均勻咁樣分佈喺全塊面度，咁同埋即係變咗暗瘡嘅機會係即係由今個星期開始係少咗好多。第三樣嘢咧就個頭皮開始好乾啦，因為之前咧我個頭油同埋面油咧都係不相伯仲咁多嘅，我依家個頭頂嘅油咧係少咗好多，基本上我用手指一印啦，其實都冇乜油啦。尤其是係我自己，因為我自己剪頭髮嘅，我自己剪完頭髮之後咧，我啲頭髮咧係唔會有油黐埋一齊，咁基本上咧係即係好乾爽嘅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朝頭早每一次搽完防曬之後咧，出門口啦、翻工啦，咁翻到嚟之後咧，唔會好似前1-2個禮拜咁嘅時候，嗰啲防曬全部入晒眼咁樣樣咯。由今個星期開始咧，我就開始食呢個Omega 3啦。咁其實呢一個係網上邊好多人去推薦食嘅fish oil。咁呢個 fish oil 咧，會令到你個即係身體冇咁乾啦，咁令到即係可能啲關節啊，亦都即係潤滑咗。咁所以基本上我今個星期嗰個腳趾嘅關節咧都冇咁痛。咁呢個我係上個禮拜喺 Costco 買，咁我基本上朝頭早一日食1粒。呢個就係我第3個星期食 RQ-Ting 嘅分享啦。咁如果你有任何嘅問題或者有任何嘅 tips 啊，或者係想分享俾我嘅話，你可以留言俾我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